喺新冠疫情期間，勤洗手成為全球防疫嘅關鍵行動。但係隨住疫情放緩，好多人似乎逐漸對洗手嘅重要性有所鬆懈。陳日南講下。疫情期間，民眾洗手嘅頻率大大提高，但當防疫措施放寬之後，唔少人都回歸疫情前嘅生活狀態，洗手習慣顯著下降。美國有調查顯示，2018同今年都有一半受訪嘅成年人表示，喺去過公眾地方、醫療機構、餐廳等都會唔記得或者選擇唔洗手。69%嘅人表示會喺去完洗手間之後洗手，但亦只有1/3嘅人會喺咳嗽或者打乞嗤之後用梘液洗手。研究指出，正確嘅洗手方式可以預防80%嘅傳染病。即使係醫護人員，亦都難免對手部衛生有所鬆懈。渥太華醫院更試驗喺天花板上面安裝使用人工智能嘅3D 感應器嚟推動員工勤洗手嘅習慣，而院內感染嘅情況亦有明顯減少。專家提醒，簡單嘅衛生習慣能夠有效減少疾病傳播，不論有冇疫情，勤洗手嘅習慣亦都應該繼續維持。